保养舒宽，休长太上股，有法太加工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厨师从中国乡下的老后生人大嘴骨了。今日老大家讲嘛，该讲面皮的问题。讲到了面皮吼，大家都懂好，因为无可能有一生人懂好去写面子吼。不过咧，懂好面皮又懂好纯人强，係唔係會本眼裡實際懂到嘅東西咧？到底人怎麼按好面皮，係唔係設計元素，又係社會影響到咧？今日我哋邀請到50後生人，老大家向下來分享面皮問題，眾常來分享。好，首先老大家小嘅係質疑。大家好，我是就算老開本次嘅磨面皮，係為笑咪咪嘅質疑。正面態度加100分。耶！好，第一集老大家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懂好面皮就冇錢嘅李家哥哥。因為好面皮古手冇錢，冇人嚟加錢哈。好，第三集老大家小嘅係玉賢。大家好，我係做乜事情就會上當到，乜嘅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成功嘅玉賢。你咩會懂好面皮哦？古手等下來談都乜嘅會好面皮。第四集老大家小嘅係慧琴。大家好，我一啲啲好面皮，一啲啲面皮好噴啊，我係慧琴啊。第五集老大家小嘅係小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面神太太3種智障班1陣人頭嘅小鳳。太面神王小鳳，等下看佢做乜嘅太面神問題哦。加油講頭，做乜按好面皮哈？唔過咧，在講兩個之前，你先來做一個心理測驗哈，來看一下做乜喺乜嘅心嘅哪個地方輸不起。觀眾朋友向下來做哈。假使你對參加一個機會哈，因為我在機會當中哦，太馬上個無限嘅時間，我有乜嘅反應？第一個難時插旗，第二講話算丟丟，第三錯到這個位當中太馬上高興記，第四面白白，安尼好，大家都先好嘅吼，來看一下這個係乜嘅問題吼，來先問一下自己好咧，你係選乜嘅？選 B。好，算丟丟。我先來講一下 A、B、C、D 到底代表什麼哈。觀眾朋友先哈，來看一下，選 A 的地方，哪個地方最輸不起？金錢。錢的問題，因為哈，你的想法要有品味。鼓手就會扎面皮哦，自己哦，我什麼都要買，我就要當那個 LV 啊，哦，要買 Gucci 啊，這樣才可以表示哦，我係送禮沙飛給你。鼓手哎，我看到一個人哈，等下來看一下哈，好。先 B 嘅加下至於，還有冇？哦，還有慧琴喺買個地方感情上哦，所以開唔得熟壤。用蠻講咧，你就是哦，人家要跟你分手，你就會啊受不了。會那個對墮入地獄的感覺，有冇？哎，假使你分數，可能要4個半年1年，這樣就得恢復自己，平復自己的心情。就分數就啲害嘅害，係真嘅。好，線 C 猜錯冇線 C 嘅你，哈，線 C 喺哪一個地方？做頭路最輸不起，最開唔得熟壤。所以講咧，你當向輸嘅神丘，選豬有你冇？好，有時人就係馬街都開唔得熟壤。什麼都輸不起，你就係當有自尊心，有強烈嘅自尊心，當好面皮。哦，有人講你嘅時間，就會做你唔得，一定會講轉去。看事情啊，看事情啊，你預選也唔哦，對你家。也唔得。我幫你講吧。大家有吃到油準嗎？先問一下自己，你吃到油準嗎？知道有準咧，其實我家上我喺 B 係喺 C， 聽落嚟上看喺 C 有啲唔驚死，故說我喺選 B 好咧，因為我家喺講個有準，喺你家講有準嘛吼。我真係自己感情當會變下重啦，故說呢就會驚會本人得體，故說剛剛會驚本人得體嘅時，氣家會先離開啊樣型。跟你知道好面皮嘅人，佢係氣家嘅性格嘅問題，然後係社會嘅因素有影響到。我感覺大部分係氣家性格當中嘅問題，唔過我有段時間，你好面皮係因為重合嘅時候，故說係那係因為重合嘅時候嘅時就係算係社會嘅眼光啦。就係看誒大家冇本意。有啲是含喺時有面皮啊，係啦，大家都是用面皮啊。誒，真嘅啊，就像我家講嘅，面皮大家都好咩？冇可能有一個人哦，懂好去下面子啊，啊，滿愛就會去下面子，把自己臉都丟光光，很開心，懂跳魚嘛？啊，我給你就下2層面子，耶！好，跟你講，你知道有準冇？誒，超非常嘅準，係我就會按用嘅，就會
去给它劳动，还去给它上流社会的人，就有一些好面好皮。面牌，嘿，冇好面牌，冇钱买面牌，嗰时候就冇钱的呀，嘿呀。跟你知道家自由讲到嘛？其实因为迄七个性格的问题，跟你知道喏。我去刚才吃到太体都会杀夫眼光的问题，因为啊，其實動到嘅人動強減少，就因為動強殺夫嘅眼光嘛。所以大家都講唔好要見偏見嘅眼光，唔講呢，迄講迄暗用呢，大家就唔是出按到乜嘅勵志書嘅，你知唔知？係啊，古上來吃到太體呢，都會大家都動強殺夫嘅眼光，才會動好面皮啦。哎，就是動強人少難你哈，你係咪有偶包啊？一絲絲的天天，你兩隻姊妹盤都當有偶包。冇嗌一絲絲的天天，你要好嘛？要好嘛？好啦，等下阮要先來講，知道家嘅有測驗有準冇？有吃都懂，嘛該眼滿見啦啊！我吃都懂準，因為有一擺啊，我老我朋友去食飯，唔過到食飯之前，你就嚴格誒，嚴就冇講法嗰種嚴格，跟唔過還有約聘人啊，嗰時候一定要去嘛，跟去嘅時間我就想講，好算咧，佢每大家出來食飯就冇講法就算咧嘛，放放嘻嘻就好，係放放嘻嘻就好誒，跟我嘅朋友就很白目哦，佢就講咧，一開始驚訝哦，出來食飯都唔講法樣嘅咯，我親鬧嘅就啊有事情唔講出來啊，應驚訝，我就看咧，我就企起來。拍照嘅，一樣嘅。沒翻桌，沒有，我直接在餐廳，吃家都傳堂太嘛，佢講一樣嘅。你做嘅係大嘅，係講一下唔明唔做就嗌做。哎呦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你死跟我活是一樣的道理呢。嗌講聽嗌做 healthy 嘅，因為嗌都市動搖。嗌就係喺坐下來食，唔過都有前提係要有人安撫我，好啦，冇按要給你台階下。冇按用啦，好啦，留下食下個飯。講題出啲係啊，佢講題好出啲啊咁嘅，因為冇台階，冇端嘅即個下，即個掉下去。說你差你就愛在咧，我就真勁愛做咧。好啦，跟你知道吼，後面期嘅人吼，都係喺這個性格問題，就係社會讓向。我吃到也老先天老後天主管。還有生出來，還有後天嘅讓向主管。他生出來嘅時間，但母胎嘅時候就係看硬學嘅人，可能係黃小鳳可能他聽唔起偏人講嘅話，就看硬學。跟後天嘅影響就係佢身中嘅高長地度，可能怕有遇到乜嘅事情，喺本期可能有遇到黃小鳳那種老公啦。你就提供來後面。本期他沒有自尊心，你就會強化自己的自尊心，去達到佢嘅所以個算法目的嘛，還係就會讓別人佢求關注啦，佢唔會看強佢啊，這樣可以把強求關注。眼冇講哦，眼冇講哦。應該係後面皮。嘅回饋你知道家下嘅測驗有準嗎？我知道易準，然後至於控用 B， 感情上輸不起，唔係當後面皮感應，不過就感情只係七對種嘅。係。嘅回饋你知道後面皮嘅人係自己性格嘅問題，一係社會嘅本身嘅看法有問題咧。我知道，只要預先到至於講都差唔多，讀三嘅問題和社會嘅影響未有。我很知道社會嘅影響會加重伊兩種人後面皮嘅行為。係啊，從我呢頭擺細嘅時間嘛，我呢都本老師教講家醜不可外揚呢件事情，係啊，所以。唔係講啊，你係撈所有嘅事情都撈大家講啦。我自己係知道啊，其實台灣人其實有一個觀念，佢都撈好嘅事情講出來。係，其實撈人講好嘅事情，係唔好嘅事情都係，其實講到冇卡都唔會講。係啊，所以我知道都有影響。報憂不報喜。這不是不報喜不報憂。你是不是成語不好啊，同學？報喜啊，報喜。我講唔對啊。經典哦，不過有啲人有知道，佢嘅成法看起來真精彩，不過實際上佢個咧當平台。係，是當你看後面皮感應該是知道佢可能是係受唔起，因為到幾個世界地位都其實知道自己係
最好嘅嘛，打透明嘅聲音嘛，有磁性嘅是係兩部分嘛，係啊，香港過度自卑嘅因，佢後面皮係認為啊，知道佢唔可能佢係佢驚人看到佢唔好嘅情況，所以當然都面書打白都係話po文啊，po自己過得很光鮮亮麗哈，係，其實驚人，其實都不卡的是泡麵。好啦，小寶，你知道加油準冇？唔加講 A 起碼加輸唔起，金錢啊，錢啊，冇準。哪有講呢？我馬該就輸唔起。你係知道唔加講嘅馬該原因哈，啊就唔加講嘅社會觀點嘛。然後我加重馬該點嘛？性別，然後唔係誰來，唔係誰來，誒，古早早咩都你誰來按甜啲嘛。當時誰來咪好不用誒，冇食飽冇關係，後尾加冇用誒，係下啲嘅生牙子。係食飽嘅係咪？係啊，其實要最主要係乜概念嘛？因為有時是誰來，因為你的地位、你的角色扮演的關係哈。我本人有一種感覺講，我總得本人提供係冇彩挑，係真嘅，係我不能給你們發現誰來的脆弱啊，冇誰冇用嘅香草嘛。不過有時候像是很自己就冇法吐字嘛，還是要維持住。有形象嘅誰來啊？最厚面皮嘅誰來啦？最厚面皮。佢就係見到嚟講，就係乜嘅？真係唔對佢咩唔係聲音，就係大男人主義啦。嗰種剛才非常的準，就是你也有給嘅 TP。你係你的那個女性觀點哦，刻板印象。你唔係講誰來嗌單槍講小鳳哦？哎呦，因為我救不了你了。唔係，你上次這代唔係講我做唔錯，係是我本日就繼續講我嘅脫離係嘛嘅，我嘅脫離，我本日就了解，他唔想用嘅啥，我講我講本日就他，唔自然就會啲係嘛。起碼計咯，講到起碼計，嗌認同佢，因為啊，誰來就像誒講嘅小動物，我落去錫錫了，要照顧佢，你好棒哦，要給他建立一點自信心。係嘛，因為有上陣誰來係咪哈？厚面皮係味道冇計點嘛，係驚不抗人會食苦酥脆。嘿，哎呦，蛋蛋太嘅邊上邊是除了味色味嘛嘅，還有味道不抗人啊，錯嘛，真嘅，係啊，古時候咪好，上陣誰來咪好，我時候當開，古時候嘢都要體諒嘛，嗰陣點嘛，你講抽煙唔好，哦，抽煙不好，只是嘛嘅。精神啊，唔記得，真嘅好冇？我當那個小鳳姐嘅碰風啦。唔過觀眾朋友想問下，切割厚面皮嘅時候會做出乜嘅行為？兩下先了，等下轉來繼續談後生人繼續來談地了。大家朋友非常多嘅意見，嗰時候你就係就冇示範啲嘛，嗰時候係就面粗粗，嘅誰來朋友佢就看到佢就非常嘅欠，佢就直接就嘅太馬路當紅啊，就是個嚴格咧。人家了向嘅嗌就直接叫都會死。係講，因為佢大半門嘛，講有時啊冇表現到，你講係冇問題。突然有一天來講，我冇錢了，人哋會嚇到你怎麼了？你不是去地下錢莊借錢？觀眾朋友，歡迎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哈，假如講到太監嘛嘅厚面皮嘅行為哈，歡迎兩本你看一下順康嘅王阿伯，咁啊，呢一種厚面皮嘅男人啊，係唔係做唔得撇上人講一句話？厚面皮嘅誰來應？嗌冇講風手風啦，厚面皮嘅，其實厚面皮嘅。誰來應什麼應都同樣，而且都容易起黃面。因為你看厚面皮嘅人，其實佢可能對佢自家當到事情，佢都動搖 Q， 係動搖 Q，可能佢發動到錢啊、事件進行是係為到顧佢自家嘅面皮，所以你看一談佢嘅面皮，就是佢外在可能事情啊，冇是佢嘅容啊，本人批評好咧，而且佢都會容易起黃面。係，佢一定都唔掉。真嘅，難怪黃小鳳我見佢嚟啦，冇嚇我。有人要同意嘅會見講係冇？我同意，唔過我係平凡嘅係，我雖然係厚面皮嘅人，唔過我咩做得接受別人嘅批評，但是我前提就係，前提，因為我做事情之前，我就會想動，我會想一用嚟做，我係有步驟嘅。假使我根本都係人講，唔要更加好嘅想法，做得人嚟講。
嘿，你要有充分的理由都得说服我接受这个，俺也还唔会看，嘿，俺会想讲，你也建议，嘿唔嘿俺有乜该做得纳入我的想法里面，向下做，老事情做更加好。唔过俺会希望面就会假使俺根本做的，几时会有想法，冇人来讲。唔係當挨實拍以後就講，哎呦，就人講做唔得用做，哎用一定會實拍啊，哎用做的，哎就馬後炮，哎就做唔得。哎用先對你咯。係，哎就是想講，跟人幾時人講嘅時間，總話該冇得講，要有也想法，係。真嘅就會馬後炮，因為行人講嘛，管時大腿雞張嘴，聽見就管時大腿，人家係用雞苗去做嘛該。係，哎就做唔得，唔是做唔得。挨咩做唔得，挨冇人聊，挨冇人聊哈。不過大家都有共同嘛該被討厭。不過之前有一個書，很多嘛該被討厭勇氣，本人腦嘅勇氣，希望大家都有一個被討厭勇氣，勇於接受人嘅批評，勇於接受人嘅建議哈。我希望大家度量要有雅量，大家都有學過嘛。我有雅量啊，不過你還問大家，你吃到這個係厚面皮嘅人，還係面皮盤嘅人，然後你吃到兩種嘅有嘛嘅菜片，還有嘛嘅油點，然後缺點來質疑。我感覺我咧下手係面皮較盤嘅人，不過其實我細細個時嘅面皮清泡，非常因為冇面皮就會膠，唔係見到係膠。我感覺我冇面皮就會膠。把干東西。給面皮出幾多種觀念。後來呢，因為今年去學好嘢了後，就本人訓練面皮嘛，因為除咗去學很青島嘅事情，人家會本人冇面皮。嗰種嚟講，讀到冇面皮嘅事情，單純會膠會感覺自己冇面皮東西。沒冇用，故數嘛就變成面皮較薄嘅人，較盤嘅人咧，越來越盤，你較輕盤咧吼。老表用用。差唔多咧，差唔多咧。不過我感覺面皮較盤沒有對非常較唔好嘅事情，因為你面皮較盤，故數讀到一啲事情啊，人家挑戰人嘅面皮。嘿，故種應該會特別講，那你的容忍度處在哪一片？會特別去欺負你啊？會感覺哦，你冇脾氣啊？故種會盡量罵不過我感覺其實沒冇要緊，我很中意我去改良下嘅性格啦。我感覺你係面皮係嘟好嘅，因為你咪冇辦法，本太家人都中意去改，故種你中意你去改下重要，很要緊嘅係唔可以傷害別人嘅性格就好咧。真嘅，唔可以傷害別人就好嘅。面皮嘎嘎，你知道你自家係厚面皮，也係面皮盤，做你本人批評嘛，唔本人講兩句話，你就開始希望面。你唔係非常厚面皮一絲絲的呀？冇啦，其實我知道我係當厚面皮嘅人，唔過後面就會變做面皮較盤嘅人。比方講，我老偏嚴格，無論佢錯也係我錯，我前面咧都係我係因素，然後佢講哦排泄啦，嚟做好朋友愛用，我係為因素嘅人啊，咩做得接受到別人嘅批評的人。唔過我做厚面皮啊，其實沒有優點，因為就唔會較麻煩別人啊。嗰時候別人都會知道你哦，一生人唔會較麻煩到嘅。韓國啊，唔會麻煩到別人，自家會做啦。係，自家會做較脫離到嘅啦。我來補充一下，我覺得點都係相反嘅，因為你係厚面皮，人家對他而家時會細膩到嘅，嗰時候就會有氣力。如果你係冇按厚面皮，面皮較盤嘅話，然後人家相處又會較刺眼。嗰時候有啲人讀到marketing小細個就過嚟就會講啊 I don't care，I 用佢。如果係說是厚面皮，係唔會麻煩別人，因為你就會厚面皮嘛，冇想喺別人讓你做。誒，故所以你就會唔會麻煩別人讓你做一件事情，就會看厚面皮的。咁缺點就係有陣時你就唔會整一條東西，故所唔到底嘅，當到東西就消失睇咧，皮皮就冇咧，係故所來說會愛用啦。咁你知道跟面皮盤嘅人有乜嘅缺點嗎？要不要有一個節制點？哦，有誒，我知道，就我家自己講嘅，我咪知道非常嘅好，就係面皮，其實大家都懂厚面皮啦，不過就會適可而止，嘟好就好，嘟好就係冇痛嚴重，韓國愛自家來承擔自家做嘅事情，愛淡熟人，愛淡熟人啦。自己冇做一個唔敢淡自家嘅，係。我冇講啊。我們倆還來問人夫跟人妻的哈，給先問那個人母。回去你做媽媽過後，你講吼為母則強，做媽媽過後，當到嘅事情就感覺為到聲音嘛，係唔係？係唔係就當採取那個面皮嘅問題？做媽媽肯定會厚面皮，只講唔會貼超過啦。係啊，因為我知道做媽媽了啊，是係當到事情會軟。
會較矮嘅，較矮圓的，係，你上去走唔讓咧，你其實係係會圓的走，所以是變成自家本自家嘅壓力動態，為母則強，對，為母則強，和不好是相信你有可能是會唔記得，就是忘記初衷，你走了可能17年代嘅本質係嘛嘅，其實嗰時候你已經都該在意別人的眼光，我主就看到拼音嘅眼光，係，所以高價較矮嘅你係會走啊，係啊，做人爸爸嘅汪小鳳，你知道咧？很贊同，用版共同贊同誒。唔係啊，係啊，我每次有陣時係因為有了家庭有生意了以後，係就會真的是會有一些較厚面皮嘅素材啦，就講你也不希望為了小孩哈。偏移的眼光啊，係嘛，係啊，有陣未壞。唔過，我早你講一下，細拉嘅咩嗬 ，Dino Boy 咩嗬，下意識，厚面皮嘅在舉動，用版講，因為從不管他有結婚也冇結婚啊，男朋友總會有留可能別的家庭啊，或是別的男女朋友，同他吃飯的時間哈。啊，細拉單身飯用可能湯來了會幫女朋友要老婆用裝湯啊、剝下工啊，係嘛？去到給拿麵包啊，然後也有時呢騙人，細妹就會看到就講，她老公好好哦，好幸福。你也有時給其他細拉嘅哈，細拉都上埋啲嘛。很對哦，也一定假，哎呀，要做樣子啦，係啊，要厚面皮的啦。真嘅，應該專心聽從人家人。張懷是啦，然後就講，你看人家，嘅細拉全部我買啲嘛，懂嘛？很細嘿，唔好自己用，剝下講，自己剝啊，很盲胎係嘛？真嘅，就會按呢，會有一種，其實係一種大概社會性別角色的一種拘束感啊。係，但是細拉嘅Dino Boy正經會。比較有自己的約束性哦，我一定要這樣做。但是我愛冇做到，愛就係唔係對於什麼朋友，對於自己姑娘啊排泄係唔係？跟住有時你知道自己係厚面皮，又係面皮盤誒。一答案很明顯，喺講誒，我當然係厚面皮嘅人啊，唔過我自己感覺也冇嘛該快速，因為按用做的鍛鍊我自己較獨立的個性，嘛該事情我做得自己做，我就絕對唔會麻煩別人。唔過缺點就係我較會貪唔意去別人來講嘛該，較會堅持己見，就是耳根子比較硬，就較硬吼，上司就會吃虧。真嘅，如果我加糖體太高，就會好像沒有一定的標準，就會面皮盤啦，厚面皮沒有一定的界限。我哋下問太高，啲生活當中有度過嘛嘅厚面皮嘅行為，不管係設計係騙人都做得自己。有，因為我之前有交往過嘅細拉，就係較厚面皮嘅人，佢就係那係愛老佢還有家嘅朋友出去嘅時間，佢就希望愛他冇似家嘅脾氣，係唔講你愛平常真佢冇乜嘅脾氣，唔講愛度是要嘅時間，愛就會發現。民以食為天，我知道。冇唔錯，因為愛感覺度是要就會影響到愛情緒啊，係古上嘅嗰種時就係你出去了嘅時間，就度是輕搖咧，唔講你家嘅朋友非常多嘅意見，古上你就係。就冇示範啲嘛，嗰時候我就面粗粗，我嘅細拉朋友佢就看到佢就非常嘅欠，就剛剛我為嘛介你，然後我嘅朋友出來還面粗粗，佢就直接就嘅開馬路當紅啊，就是個嚴格咧，嚴格了向嘅我就直接叫都會死。你係做分手擂台？沒有。睇歐巴在大馬路上哭，真嘅在做分手擂台哈。給小鳳。你應該做到青島厚面皮嘅事情。因為你特別讀劇校誒學表演咧，差唔多高中開始我有機會去到表演。就冇面皮。係學表演以後要較冇面皮啦，咩啦？我講嘅係，古時候我穿有地位收費啦。嗰樣時就會想講，然後我們是公費生嘛，嘅學費較便宜，就去甲納，好，然後。去甲嘅收費，去甲穿零用錢，安尼冇問題啦。古時對嗰樣時開始咪好，印出到太好餅呀，就唔記得用嘅老婆講你拿錢，係就冇拿用錢咧，因為你印出就冇拿嘛，印出就冇快再寄回以後咪好，就不知道從何開口，係不排泄，就手動講幾用嘅，啊嗰樣時我發現到唔咩貨講嘢唔關心嘛，係講因為佢大擺滿嘛，講有時嘅夢表現到你講係冇問題。我 OK 的，我過得很好。做得。你假使講這麼多年的，你突然有一天來講，我冇錢咧，
get 到我笑会呢，吓到。还 get 到我吓到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去地下钱庄借钱，你还赌呀还赔哎嘛？你赌给哦，鼓手叫哎就不知道从何开口，就变得说有一个，就是可能就爱面子吧。能够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嘿啊，上叫就默默真的嘛。啊哦，好像变成真男人，刚刚给在后面皮的小缝嘞。你刚刚冇看实啦，还唔讲爱说有分，还有分乜概念嘛？给谁来没哈？假使讲像你们那些你们啦还没结婚的啦哈，你要看你的男朋友有上次味道要融入你们的生活圈，好，我朋友都去吃饭嘛。去熟识你就会姊妹嘛，係嘛？一樣時啊，寫得咩嗬？可能當艱苦啦，全部都係語文底嚟啦，我都埋，即裝熟啦，哦，加熟絲啦，又要加外用嘅啦，又要膚淺啊，又要盤機鬼啦，又要膚淺啦，你看要訓練乜嘅能力，你嘛？要訓練出社會以後嘅業務能力，全部都會叫啊，全部都會嗲啊，係啊，根本就唔好啊，還要啲假裝聊天啊。不過你以前做男朋友應該做了以後啦哈。哦，你的意思講人家追動吧？我講呀，進而言之，我以後都會做政治人物嘅。馬嘅政治人物，對啊，王英眼哈，謝謝。上學，你睇我爸馬嘅政治人物，那半懵黑冇。一種追電都懂波呀，係嘛？你冇可能來冇事，能做冇做案嘅事情吼。不過聊下安尼閒聊，下等下轉來繼續來談後生人做個馬嘅我爸嘅厚面皮嘅行為咯，閒聊一下。我嘅彈鋼琴是阿公本來學嘅，不過學鋼琴從因有另外一個目的是佢當厚面皮，所以我下有因學來嘅時間，我就負責去表演，就係一種表演工具。係，我係表演，係。面皮最冇得錢嘅啦，實力客戶最重要啦。鼓手咪好，做業務就要提供，你可以侮辱我，唔過你業績要做本我。觀眾朋友，歡迎到咗嚟後生睇上個嘅節目現場，聊下問你㗎，頭擺有做過嘛嘅厚面皮，厚到自家都唔掉嘅事情咯。係冇唔錯，我頭擺有做過一件動厚面皮嘅事情，就係有一擺我就同到朋友叫下來出去了，唔過去出過去了嘅朋友係一紮係我嘅朋友，其他朋友係我朋友嘅朋友，嗰時我朋友嘅朋友呢要動厚一定會排啲。等下唔該，再講結紮了。朋友嘅朋友嘅朋友。朋友嘅朋友嘅男朋友，男朋友朋友啊，朋友嘅朋友呢就動厚排啲嘛，唔過動厚嘅就動厚名牌嘅東西，名牌嘅東西，唔過我自家喺杭州地聽聽，唔過記得去用嘅幾長嘅時間用動久哦，我自家知道我動槍冇聽到嘅 tempo 啲，馬嘅 tempo， 就係聽到嘅名牌嘅 tempo， 唔知冇睇到嘅 tempo， 我就想講有啲怪怪嘅地方，我就想講跟我來去買一下好咧，我就凊彩來先嘢乜姜。係乜嘢買咧？差唔多5000人口。韓國捱喺啲15分鐘就買出哦，一期動出㗎，動出動力快點啊！哦，一期捱嚟，一期捱按用。錢按多，所以給一些本愛。嗰時就冇錢啊，冇啦。嗰時幾時間我就動厚面皮，因為味道愛聽到一 tempo。韓國乜嘢啊？係老愛條擺嘅乜嘢嘅款式差唔多，係多一紮定兩聽聽。嗰時係錢多一紮人。係錢多一紮人，嗰時我做迄個時間就動厚費，因為我按用做咯，係啊。嗰個聊下上條啊，幾時間我按用吼，因為面皮問題，朋友買，嗰時愛沒愛買。係，即係喺上流社會嘅人強用啦，嗬。真嘅，一開始就講你老錢高唔起啦。係啦。好，你回記，你有做過乜嘅厚面皮嘅行為嗎？從因冇做過嘛嘅非常厚面皮嘅事情，唔講愛無下人當厚面皮，愛公當厚面皮，愛阿公當厚面皮，還加埋有隻愛姑姑當長期共用厚面皮。用班講因為你可能特別記得可能生活狗糧唔好，和保後可能狀況比較好的時候，記得是會開始想來做到事情，像我特別細細個時，我嘅彈鋼琴鋼琴是阿公本來學嘅，係唔過學鋼琴從因有另外一個目的是佢當厚面皮，所以我下有因學來嘅時間，我就負責去表演，就係一種表演工具，係，我就表演，係，我就表演俾大家看，大家是會講哦，好厲害啊，用眼鏡，用個眼
話其實有虛榮心那樣嘅，喺我姑姑食家冇有凍長期，狂用凍厚面皮。我姑姑看到阿公幫我哋學鋼琴，其實本家冇學鋼琴。我哋學乜嘅？其實學乜嘅？其實我已經聽，喺開始幾兩三次來比。開始攞嚟表述啊！自己兩隻拉做馬改動機。係啊，是兩三按上床，可能兩三次開始比樣嘅已經是有面子。你看從愛到我嘅表妹，我哋是表小妹，係是起到當是成日都當無辜啊。係啊，因為我後自家見面咪係當很尷尬。真嘅，像剛剛父親有講到那種太人啊互相比較嘅情況，加上我本身啊，其實成人都無辜嘅。有時陣，比如講像剛剛講到係阿公老姑姑嘛，像嗌唔卡，有時陣會嗌爸爸老阿叔啊，有時陣咩兩兄弟咪比嗌嘅拉扣到嘛嘅扣噶，嗌嘅拉啊，要點樣扣幾多分？其實嘅說白兄弟之間根本就冇爭，自己小孩根本就沒有在意這件事。唔過太人按的比較。成人會知道是啟動唔啲人勇敢噻，唔啲勇敢噻，係唔係懂麻煩？係咪？係啊，所以你看，韓國向我自家做媽媽了，我是知道，從我頭擺細嘅時節，拄到安英本比嘅事情，用從因雙胞妹拄到，咁啲大家有安嘅經驗冇？是頭擺台英當好比小孩的身高。哦，講到我的痛。台英當好比。你企定小鳳坐定邊下個？係啊，我坐定邊下個。冇企定好冇？係啊，是從因冇企定。哦，所以跟大家繼續講。是從因比這樣子，好像真的高人一等來用因啊。係啊，雙胞妹係安因，所以我當唔好安用因。真的不要太爭。真嘅，因為咩事切㗎吼，跟小鳳糖講，厚面皮係分兩種吼。嘿，像愛吃厚面皮咪吼，啲質重方面吼，最起碼分兩種。一種係本來就動有彩挑誒，係能力很強大誒，就松樹扣起界啊，然後講出刺激生眼的嗰種。然後還有另外一種係打腫臉充胖子。哎呦，完全冇共用。係，就看到偏研究，見咩上愛研，看到偏研事後茶，見咩上愛事後茶，看到偏研買酷雞包，好，見咩上愛嘅名牌包包，結果按你我變到用係點哦？見比佢好聽，我見冇彩挑啊。就變成嗰種表面風光啦，他私底下三寸就剩唔到。所以你講嘛，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嘅感覺。係啊，而家仲係有表面風光沒好，不惡性循環。他說按你的心智沒好，很幼稚。沒有成長啊！因為偏人係因為靠實力啊，係冇。大家講喺職場上。每次都嗌本名賣你，每次都嗌本名賣你。係啊，幾時見啊？很看死啦，較幼稚點位啦，人上前都講啦，太死啦，我以前打散彈槍，冇啦。因為大家講職場好，因為嗰陣時公司就有按你嘅人，佢就懂好買啊。工作，像我們主管就會說，像你做業務沒好。跟面皮算嘛該喏，要面皮最冇得錢的啦，實力客戶最重要啦。估錯沒好，做業務就要提供，你可以侮辱我，唔過人家業績要做本我。對啊，學長，你這破人家公司的口號，宣誓大會兩篇喺邊宣誓。講茶講業的，來，講厚面皮，厚面皮。有一部分質疑來講，哈，你知道厚面皮對成發送不如嘛該麻煩咧。我感覺厚面皮嘅人可能較難談到人家嘅真心嘅話，故所可能真心嘅朋友咪會較少。不過我自家身後沒有較厚面皮嘅朋友，故所那些真嘅拄到較厚面皮嘅朋友，可能就會變到講較嘴角嘅，唔係做啲討論你性關係嘅話，係那個討論他正經嘅事情嘅朋友。不過我感覺唔管係咪厚面皮，係唔是厚面皮嘅朋友啊，都是有不對方面皮啊，因為有本對方面皮咩係尊重，係一種尊重，像自己按你講到，係唔該，朋友之間哈，假使有啲會包袱，有一些包袱在，有一些疙瘩在，所以互相冇了解，就會一直隔着一層，會有距離的感覺，給你感知道咯。那這種厚面皮嘅人就會較好強嘅人啊，就感覺朋友懂厚面皮，唔係你啊，唔係捱啦，大部分朋友都係似㗎啦，冇啦，因為同學啦，同
同好面嘅朋友，因為同好至少同好面皮，加上因為配一條嘅我嘅樣片啊，我嘅胸片啊，裝可愛啊，或是裝白痴。裝白痴，我係懂這嘅胸片，其實講做唔得標注。哦，我可能係唔知係乜啥咧。係做唔得標注我。所以你設計係冇。哇，做唔得標注我，因為佢愛形成啊，都會講嘅，韓國佢動到嘅角色啊，係講這個角色，其實講我冇愛來做，我冇愛來做。我想嚟講，你按用厚面皮，按用啲沙飛烘啊，其實就有啲。英文講有啲大眾啦，真嘅吼，跟有做過嘛個厚面皮，叫看那演員都自家識開嘅，對，冇做到識開嘅，可能就會講下嘅冇錢嘅事情，冇錢嘅事情。不過我有啲朋友就懂厚面皮，佢加上厚面皮，因為佢係寫來嘅，厚面皮要懂執行，佢就冇老婆喊佢拿錢，韓國因為太好嘅時間，因為設計來。拿嘅冇衰嘛，韓國拿嘅學費，唔過佢睇下都啲講佢都冇錢，我就加上人講人聽數你啊，人請你食飯，佢講冇做地，我做當好，就會按用嘅人啲冇。等下，呀，同學係咪相逢，人都self？我冇見按衰啦，你冇見按用嘅朋友啦。其實按你咩做地咯，以下就係我嘅賬戶。歡迎糾資，即係我係你好呢個。我可能條錢有啲冇搶啊，唔過後面可能。就像亞消防按樣，係，坦白來講，佢條擺嘅條路吼係非常嘅順時。唔過後面就看冇，佢順時嘅時節，加上人向下食飯，佢就講，哦呀捱搶，哦少錢啊，唔過都幾錢條嘅食飯錢啲喎。其實捱搶，做地，很厲害，係，動厲害哦。可能大家都會知道，老幾食飯當好啊，啲冇。唔過後面啊，佢冇錢嘅時節。人老幾食飯，我就出啲講佢冇錢嘛。佢要講，我嚟搶，我就出講啊，唔是啦，你又冇錢咧，就我就做地搶啊，啲冇。佢就講做地，做地。咩？就會同後面片啲，古時候就老幾食飯錢。人用乜老捱窮樣啦？我唔可以搶嘢的啊，都話你笑啦。古時候佢超係同後面皮，買嘅錢佢都愛搶，不過可能賺不下就會自家食泡麵。真嘅冇老錢過唔起啊！真嘅啊，幾自然哦。有做過嘛？個後面皮食苦嘅行為。係似係故事啊，因為你像今年我要接嘅主持嘅發通嘅案呢，佢唔知為乜嘢都現場嘅主辦單位對我就非常唔尊重，就本來四目色，就非常冇禮貌。喺做嘅主持以前哦，佢就講，你音控自己控哦，你主持去搞個麥克自己控。去搞按鈕太假好。去搞從一個時節打開來到嘅音量，我 test，我係用係去搞控麥，係下來了，因為你係嗰種接嘅主持，我哋係誤衝。係意義就會唔錯，天從了後，技術了我下來，喊出個非常嘅樣式，跟住話那有3年就本來四面皮嘅嗰3年啊，就來咧，佢就講，人家下主持啊，個音量啊，跳太上咧。我就想，就冇人聽說我音控啊，我樣個啥，因為有陣時你要吆喝啊，要大家吸引他去個口來看。我抽太假來嘅時節哈。冇唔錯，嗰時候就會他嗨啲位嘛，要自嗨啊，哈，就會他太上來就說，算咧，我就軟下來，因為我感覺有啲時唔軟下來，你感覺去個動太風，本人看到人家講嗰3年，係冇，他太過的用嚟唱歐巴咧，對人唔好，嗰3年看到人家。你非常嘅台風係較好嘅，佢像非常多都係可能主持節目啊，還是做嘅我輩主持嘅時間，有啲位人就會直接罵，係直接卡直接罵，係直接罵青台上，因為做嘅我輩台上，青島你做嘅看，嗰陣時就會感覺有啲四面皮。不過其實我一個想法嚟講，因為你後生嘛，後生太常講，後生人尊重係一種學習。冇唔錯，有啲時係四面子，那喺人家咩特別愛。一次做嘅為難啊，喺真人本人學習嘅機會，咩係前後嘅挑戰啦。其實質疑兩種係下正面，唔過你都平常是厚面皮會拄到嘛個食苦嘅行為，韓國厚面皮嘅人會唔會改變自己性格咧？你下先，你下等下再嚟繼續來講了。啊，就問阿朋友講，結婚好啊？我想到其他人講好咧，好快咧，因為厚面皮啦，佢講好啊，好啦，簡單啊就結婚啊。嘛個簡單係結婚。
結婚了後咪吼，佢乜嘅木水啦、賬單啦、三傳啦，係嘛？我使乜嘅力度啦，全部我靠捱啊，係嘛？捱要準備個捱不行，係嘛？我係厲害啊！係嘛？就後面皮啦。觀眾朋友，歡迎到咗嚟後生睇上我嘅節目現場吼，兩問一下，師傅頭擺有因為厚面皮、厚面之類食太虧冇？有哦，食太虧哦，有結太喏。有一擺看電視咪吼，無答無對啦，就問下朋友講，結婚好冇？我曉得囡仔講好咧，好快咧，因為厚面皮啦，佢講好啊，好啦，簡單就結婚啊。嘛個簡單結婚，太懂事啦。嘛個簡單結婚。我講有厚面皮嘅地方唔係講好，因為佢講好愛厚面皮結婚，但是因為講結婚了後咪吼，佢乜嘅木水啦、賬單啦、三傳啦，係嘛？我使乜嘅力度啦，全部我靠愛啊，係嘛？我要準備個愛不行，係嘛？我係厲害啊！係嘛？就厚面皮啦。面皮問題吼，係啊，最近係打腫臉充胖子，嘅模式強會囊出瘡，出到最尾就有問題啦，係唔係？係啦，要洗奶嘛。係個按厚面皮，唔過上市會變下自己嘅身團，綁下自己嘅面皮，哪一個時間會做按呢事情咧？自己。因為我感覺其實有啲些2-3年所嚴格嘅事，因為你唔想去輸嘅心態，故所就會綁定你嘅面皮，就會後來就會變成講2-3年嘅感情，當佢都會講嘅。係我講嘅故事就屬於細嘅事，因為細嘅事，你過年就會尊重下嘛。故所這樣子，你過年嘅時間，你會有大排場，你仲就會有伴奏啊，還有我們還有裝台哦，個裝台當後呢，唔係從野台去嘅，係從卡拉 OK 嘅。這樣子細嘅時，阿公就講你不該生嘢，就會自己啊親好唱歌啊，就會講自己去旁當唱歌，我嗰陣時就會講我就唔想去唱本機，就會親戚朋友彈，我就感覺講唱歌本機就彈本見笑，非常嘅見笑，故所我嗰陣時就非常嘅鬧我嘅阿公，嗰陣時就因為按樣，佢就嫌我唱歌，我就對佢發現，我呢下上海就講按不好，冇唔錯，我上其實呢張面皮唔重要，因為那係出嘅台當唱歌，老人家就清歡喜，其實就好咧。古總就知道，本老人家本自己試探型歡喜嘅時間，跟面皮都得綁下來，冇要緊啊，面皮冇重要，係啊，就走音，他們就很開心。跟你講咧，哈。而且其實老自己有一些些強用，就係細個時節，因為大家長輩啊，像先生啊、爺愛啊，就同鄉人講，你參加比賽啊，你上台去唱歌啊，按樣嘅事情。唔過我嘅時節，其實是唔講到喺當上嘅挑戰困難，唔過就同人人見笑啊，同人騙人眼光啊，韓國同人做唔錯按樣，就同厚面皮啦。故所其實我就冇按樣嘅挑戰，唔過一下回想起來，香港嘅藝佬一面皮變下來去挑戰。可能也係見你要無強用嘅，見你就無強用啦。跟住就是你知道馬該時間，你就得綁下面皮。2種情形，第一種係頭前親戚有講過，藝老朋友都傳統好嚴格。我後來想想下嚟，其實我嗰種事做唔得不會幾多。第一個是按用就中計了嘛，因為他就是想要激我，按用就唔太逢，天天就係愛撲做嘅起起來嘅時間，大家就都會看愛，其實佢當下懂下面子，當下懂下，就會更有那個感覺是，大家都會看愛，一聽我癢，冇愛就會懂下。嗰時間如果沒有人神救援你，冇人讓你安撫講，冇可能你就找不到台階下，就更下，結果冇端呢，就更下，也係第一種情形。第一種情形就係。下我就會曉得講，我自己冇辦法都期限內完成的事情，就不要答應別人。要提前，對，要提前。勇敢的拒絕。第一個是會害到自己，害到自己買時間要做啊，添都會死。天天係家事冇做好，就會耽誤到別人嘅進度，會耽誤到別人。係，按樣會唔好。唔單止係自己嘅責任，答應別人嘅，就會讓向到別人嘅。不要做一個不負責任的人。真嘅。
唐讲吼，你用公婆严格的时间吼，係唔係咩动厉害啊？哦，因为俺们知道严格的时间咩吼，因为恶言相向嘛，千万放唔下面皮。係兩三咩吼，你用時而家講咩吼，嚴格講嘅話咩吼，不用多重複上癮，係出口雙贏就嚟用時。古時我知道兩三年嚴格嘅時間咩吼，嗰再講起愛。係啊，嗌你一種災咩吼，唉，真嘅。目前我問嘅，一種災兩底皮，千尾底。我個千尾底，嗌傳統戲劇編劇呢，係嘛？傳統戲劇導演啊，係嘛？係啊。意思講咩吼？嚟從細人不用嚴格。一種拍子嗌常常讓人眼都糊啊，冇道理嗌就講到變有道理啊，然後嗌就。哎呀，俺慢慢發現到咩吼，贏了當下又如何？係嘛？要得表述真係愛呀，係嘛？大家有得表述，要得包容真係愛，係啊，冇乜嘅就要養，係啊，就用災。你知道吼，王小鳳雌雄來，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吼，你係王太太嘅次數比鍾伯強還要多。真嘅，就黃太太還都真嘅有在贏不到。對，誒旁邊要跨一個王太太嘅面，係咪？真嘅啦，唔係啦，你啱問人母係唔係？馬改西街走的棒下是個免批。是黑人母改西街，人氣還沒有，人氣絕對不能輸，人氣不能輸，絕對不可以跟老公認輸。所以我要幫黃太太講，不能認輸。真嘅，所以人母改西街絕對，因為你看，對聲音呢，是很愛知道父母親就是完全的包容才是愛，係啊，尤其兩下雙寶，model 性別。你看叫轉以後搞改西街，相信阿你適度去轉來改兩年的阿你是會有一點點小爭執改西街，改都叫轉以後搞改西街阿切對，我先放下身段。要放下身段，嘿，不錯，每度聲音呢，變下面皮，變下面皮哈。其實幾位大家講到聽到，不管你係厚面皮，你係面皮盤呢，我記得人生唔單止係面皮，聽那種厚面皮嘅心嘅，可能係你人生嘅鋼腳上，為了面皮，為了面子。會怎樣讓你人生永遠失敗，永遠的污點哈？觀眾朋友要記得哈，不要贏了面子，輸了理則。要記得下禮拜同一個時間繼續來收看《後上台上講》，要發太假多，給你上來了咯。